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的后生穆吉塔巴红山做成立的最高领袖，伊朗攻击往来荷姆兹海峡的油轮，美军准备要出动保护。中东战事影响全球股市，日本、韩国拢大落，台股收盘大落1494点，指数嘛落破33000点。非法跨国洗钱107个泰铢集团，检方今仔起诉主嫌单指甲台湾公司的负责人计共62个人，求处重刑。来看以色列国防军今仔宣布讲，已经毁掉一个位伫德黑兰地下的秘密核武总部，有几个国家的指挥官死亡。因为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死亡了，即马是要选出新的领导阶层，一档当个举行专家会议的大楼嘛受到空袭。即马上新的消息是，伊朗已经选出哈米尼的后生穆吉塔巴来正做是接班人。美国甲以色列发动的苏西诺会甲险化西港的行动，造成伊朗至少787个人死亡。以色列境内有超过10个人互飞弹拍到来过身。第三，以色列发布一段影片，讲因攻击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以色列伫声明当中阁表示，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毁掉大约300个伊朗的飞弹发射器。另外，直到去年6月12日战争了后，方偷偷刷起首都德黑兰地下的核武器总部，也互以色列毁掉。 לפני מספר שעות, צה"ל תקף והשמיד את מפקדת הגרעין החשאית מין זדאי. כעת ניתן לראות על המסך את המפקדה, ממוקמת בחלקה מתחת לאדמה בעיר טהרן. 根据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的简报，以色列已经强迫控制规个伊朗的空隙，因拿这款的空中优势，互以色列通监控伊朗地面所有的活动。因拿以色列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减弱伊朗的军力，互伊朗袂当阁发展核武器甲飞弹，袂阁有恐怖基础设施。 黎巴嫩也进一步加入这场中东战争，以色列除了向黎南派部队，也针对南部的港口城市西顿的伊斯兰集团总部发动空袭报复。这个集团是哈马斯甲真主党的盟友。几天落来，黎南大量的民众逃出家园，一旦看到车灯甲车路塌家甜甜甜。مشينا الساعة 3 بالليل. ولوين رايحين؟ بعد مش عارفة. 伊朗上悬的领袖哈米尼甲数十位高官方表示了后，伊朗方面当积极安排接班人。根据路透社引用伊朗的媒体报道，伫德黑兰以南空市的专家会议大楼已经防空袭几栋乌有去。不过，伊朗国营电视台引用消息人士发布上新的消息，证实讲，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压力之下，专家会议已经做伙推选哈米尼的第2个后生穆吉塔巴接伊朗的上悬领袖。56岁穆吉塔巴甲革命卫队的关系真好，并且以坚定支持老爸哈米尼硬斗的保守主义路线来出名。半岛电视台报道，之前川普已经表示，那伊朗接班人是另外一位对美国无友善的人，安尼会是上害的状况。公司新闻红如梅编译。伊朗展开报复，讲已经完全控制荷姆兹海峡，对10外架油轮嘛发动攻击。这条海峡是运送全球大约2成的石油甲天然气。美国总统川普当时表示讲，必要的时会派美军来保护油轮，提供保险。昨油价嘛大起4.7%。有分析师嘛认为讲，未来这几天甚至几礼拜，恐惊会阁继续起。 伊朗对荷姆兹海峡采取军事控制来报复美伊联军的攻击轰炸。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表示，荷姆兹海峡至少有10外架油船互飞弹牵着，已经经过足一摆，荷姆兹海峡无安全，而且佮讲这个海峡已经完全互伊朗的军方控制。荷姆兹海峡在全球大概20派油气运输，因为战事互能源计数还佮运输成本起嚟。第二初三，纽约商业交易所油价起4.7%。 起价一桶就要美金74.56块。伫咧纽约市一家加油站，有一寡教授嘛已经注意到油钱已经起嚟。There's not much I could do. I still have to come. 分析师表示，油价起价这尔凶，是因为市场出现波动，当出现紧张的局势，市场的反应就会特别大，尤其是发生伫石油真济中东地区。 20 to 55 cents per gallon in the coming days, maybe in the next week or two, provided we don't see any de-escalation in the ongoing conflict in Iran. We're not going to have really a supply issue in America. We make too much in-house domestically ourselves. What we're looking at just simply is that volatility being factored into the price point overall of crude oil and wholesale gasoline.
美国总统 Trump 初三伫咧社群媒体答问讲，已经随下令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用合理的价值，甲所有破湾的海上贸易，尤其是能源运输，提供政治风险保险，还佫有财务安全的担保。若是有必要，美国海军嘛会赶紧保护油船经过荷姆兹海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中东的情势紧张，伊朗讲要封锁运送能源主要的荷姆兹海峡，会影响到全球2成原油甲天然气的出口哦。亚洲国家嘛拢喘会等。今仔解破新闻，咱要请万婷为咱来分析讲，这场中东的战争对国际能源的供应会造成什么威胁？是主播，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解破新闻就要带大家来关心这中东战事对国际能源的影响。伊朗即摆为着要报复，毋但发动军事攻击，伫咧经济方面嘛出手啊。为头倒的新闻，咱会当知影讲，伊朗即摆是已经宣布控制荷姆兹海峡，也这是引起全球的紧张。伊朗安尼做，就是因为因知影这全世界有2成的石油甲天然气，拢是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伫咧运送。一旦若是封锁了后，就会造成真济国家的石油甲天然气来源断层，尤其是亚洲，因为亚洲是有超过8成以上的能源拢是靠进口的，也其中呢，这中东所生产的石油甲天然气就占真大一部分。亲像日本来讲，有超过9成的石油拢是透过这个海峡伫咧运送，也韩国这边嘛有7成的石油是甲中东买。虽然这两个国家因拢有库存会当来暂时应对，不过这暂时是偌久咧？根据数据显示，日本这边会当阁提供254天的石油，那韩国这边是也有210天的量，这种是差不多7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但是以咱台湾来讲，咱台湾有9成6以上的能源拢是靠进口的，也其中有6成的石油甲3成的天然气，拢是透过荷姆兹海峡伫咧运送。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的评估，咱的石油是极计会当阁挡120天，也就是差不多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天然气是干那会当维持11天尔。不过，咱的经济部长有讲哦，短期来看，这3月天然气的供应是无问题。一旦这战事若是拖到4月哦，安尼恐惊就影响咯。所以中长期来看，这经济部是会采取3阶段伫来应用稳定咱的能源。第一就是提早调货，也就是讲为非中东地区，亲像美国、澳洲，遮咱原本就咧甲要天然气国家来调度。第二就是为亚洲调货，也就是讲先甲日本、甲韩国这个国家来参详讲，会敢会当互相来支援库存的部分。不过日本甲韩国伊嘛是用靠中东的，可能因家己就已经无一定够用啊。敢会愿意提供予台湾，就搁爱讨论。那上尾步就是市场买现货，也就是讲伫咧国际市场直接依照这当日的价格来甲有石油或者是有天然气国家买。遵照各国拢已经有库存嘛应对措施，不过无人知影这战争到底会拍偌久，所以也是需要先做长期的规划，才会当来应应国际局势。以上就是今日的解破新闻，咱将镜头交转去主播。感谢万婷哦，咱个继续来关心，这几天哦，全球的股市嘛是青顺顺哦。今仔早起，亚洲股市嘛拢落，日经指数盘中是落破55000点，韩国的股市哦盘中是上侪落破8%，嘛暂停交易。台股今仔嘛大落2000点，收盘是落1494点哦，嘛是史上落第3济，指数落破33000点。外界即马是真关心讲，国安基金敢会进场来护盘咧？行政院长戴英台长是表示讲，股市因为战争造成波动，会请国安基金的委员来讨论。中东政府也未停，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悬，台股延续盘势，这是早盘开价行价，开盘34228点，盘比较8点，盘中盘势扩大，拉盘超过34000点。北盘到32950点，盘1373点，创史上4大8点。电子款大股第一电，开盘1895块，盘中股价上价到1880块。那外资其实昨天呢卖超了947亿啊，新春开红盘之后呢，这个外资在台指期的净空单的部位，到昨天为止也增加了大概差不多有13000多口，减码的这个迹象是非常的明显。
咱附近亚洲的股市起盘也正大，历经平均指数开盘行价盘808点，盘中八盘1900点到54301点，盘了55000。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伫前一个交易日当盘7%了，盘中又搁盘超过8%，各发生熔断危机，暂停交易20分钟。前一波的低点来到31000多点吧，那个是年前的一个洗盘的一个低点。这个位置没有破的话，我觉得市场上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恐慌，事情尽快进入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相对高。第个连续几多天下盘，国安基金是毋是搁再入场？行政院长杜英泰崔三讲，若股市起盘到一定程度，会请国安基金的委员讨论。另外，金融业对中东这个所提出的风险也引起注意，金管会会公布详细的资料。占保险业总资产38兆2691亿，它的比重是4.62%。这是114年年底的一个数字哈。依照统计，到2025年年底，咱个银行、证券甲寿险业对中东这个的总风险2兆3509亿。前三大投资国家分别是阿联、沙国甲卡达，其中86%是投资部位，寿险业是风险的主体，占1兆7680亿。出来经济主管机关会密切的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该看台南的南西昨暗发生规模5.0的地震，上大的震度是4级。气象署认为是介于大波地震的地震尾，未来有可能会发生，也毋过会愈来愈少。所以天气嘛无介稳定，未来1礼拜会有3波的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的气温变化较大，中南部是早暗温差会真大。活动参加到一半，手机的国家级警报开始咧弹。台南南西区初三暗时7点52分发生规模5.0的地震，地震深度5.9公里。台南的展文、北河、南西、善化上大的震度拢来到4级。地震测报中心讲，这个地震是去年1月2日家己大埔6.4地震的地震尾，各打规模4级到5级的地震尾有63摆，规模5到6的是有12摆。这个区域的地震数量来看的话，目前还是有比以前的背景值多，还是多一些，所以我们目前研判，大埔地震的余震还没有结束，但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减缓。天气的部分，拜三早起玉山气象站规片白苍苍，除了落雪，还有结冰甲大雾。拜四迎接24节开的更迭，代表春天头一声雷就要开始响咯。若寒天咧休困的万物的精神，毋过天气依然无稳定，估计未来1礼拜还有第3波的东北季风会对咧来，北部温度的变化会较明显，中南部要注意早起甲暗时温差会较大。今明2天的话，还是会有华南云区东移的影响，所以在各地的云量上都是比较偏多，而且都是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出现。不过预计从明天开始，水汽上会有逐渐减少的趋势。那预计到了礼拜5之后的话，就会回复成是以迎风面的一个降雨为主。拜三华南分河区刷去东平，各地区会出现阵雨。拜四水气就会豆豆减少，不过拜5到下礼拜1、拜2，还有东北季风的报道。气象署评估目前的强度拢无达到大陆冷气团，这阵啊天气变化较无稳定，提醒民众伫咧这个时阵都要穿好少，唔好去感冒咯。记者综合报道。南部今年寒冷的雨水较少，所以水库的水量嘛阁继续在减少。南水分署高农水署等单位嘛趁华南分河区东线伫台南曾文水库高滨溪附近来做淋做雨，效果是袂歹。也毋过嘛提醒民众最近一定爱省水。探无阴天，工作人员伫水库边放盐水。南部今年因为冬天落雨少，河川流量下降，就惊继续可看。南水分署探初三华南分河区向东线，伫台南展文、高雄阿公店2个水库，还有高滨溪南河沿放盐水，来增加雨量。重新启动跨流域的引水。甲仙堰于满足下游农业供灌水量的前提之下，我们于昨日16时开始少量引水至南洼水库来蓄存。水位来到214公尺，曾文水库伫顶个月23过年假期拄结束时，欠水量阁有大约47%，不过测试已经降到40%以下。南水分署强调，目前供水正常，会继续斟酌应用。南面先用水，因为高雄压产的用水，1月就进入警戒。农水署初三也伫外白沿，还有6股工作站等等的所在实施人工监控。旗山溪的传流量由原来的1.35 cms 增加到4.58 cms，
还有在我们的老龙溪、狮子头郡取水口的水量，由原来不足6 cms， 略增加到9 cms。放盐剂了后，南马社等等的山区都有明显增加雨量，带动旗山甲六龙溪川的流量。不过，因为即马当地大水期，为着确保压田的水情稳定，农水署派车到各区来通知农民，表示会继续分区轮流压田，并且看状况来调整。后续也积极采取各项欠水的压田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昨晚宵哦，阁有天狗食月的天文现象，规条月亮是变做红月。北部、中部天气无介好，也毋过哦，伫屏东车城恒春附近民众是拢看甲真清楚哦。屏东县政府嘛有办观测活动，那么做伙来看卖。暗时6点外，月光剩一旁啊，一直到7点04分，规月亮互地球炸掉咧，就变成一个红月。昨元宵节嘛是天文天狗食月的时间。屏东县政府就伫屏东市和恒春5个地点举办联合直播，因为全台中北部的云高无理想，恒春半岛煞成做观月上清楚的所在，互现场的民众看甲足欢喜。原本大家就是觉得说，应该今天没有机会可以看到了，但后来就是老师突然转过去一指，就说：“那里好像亮亮的，应该是月亮要出来了。”然后大家就赶快拍望远镜。给县政府这边建议，我们采取多点分散联合观测的方式，是先由车城国小那边先记录到，然后我们透过直播系统，在其他4个分点也都可以看得到。这摆天狗食月，规个过程大约1点钟，地球甲光炸掉，太阳的光经过大气层后射到月球，成做红色的模样，就是天文观察所讲的红月。嘛有人号做黑月，因为黑月这个名，互人感觉无好，带歹运，有的人唔敢看。但是天文专家讲，这拢是自然现象，希望大家莫紧张。我属马啦。哦，你昨天有没有看？马年不能拍，我就很遵守禁忌。尽量不要去替气啦。什么时候会在哪里发生，这个都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红月啦、日月食啊，其实大家是可以不用有心理上有什么样子的挂碍。屏东县政府表示，因为恒春半岛受云的影响较少，才会当顺利完成红月直播。大约暗时8点3分，月球就开始进入生光的阶段，豆豆啊复原。9点18左右恢复正常的月光。互昨暝斗阵观赏的民众看到趣味的天文现象。记者柯永杰，屏东报道。再来看立法院案算，这礼拜5会甲行政院办、有民众党办的各项特别条例会委来并案审查。国民党的党团的版本目前是阁还未出来。国民党的智库是有提出3500亿的版本。国民党的立委齐卡新嘛提出8100亿的版本，国民党明仔载会开会来讨论。另外，美国的国防部处长柯博吉搁再强调讲，对待军售的立场是无变，也毋过伊嘛呼吁美国的盟友得爱自我防卫。行政院版本甲民众党版本的各项特别条例6号被付费并案审查，不过国民党版本也未出来。党团初5将会开党团大会，有几类版本意见无同，像智库主导3500亿只 N 版本，也有真侪南亚立委讲无啥清楚智库版本的内容，顶多是听立委齐卡新的8100亿的版本。齐卡新强调，知影有共识，对美国采购用特别预算，国内采购回归年度预算。就对美国的这个采购呢，我们可以用特别预算，但是其他部分应该回归到常规预算的这个编列哦。金额的部分是如何？那也要关注这个美方还有国际情势的这个动态。那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国际情势的这个动态，那在审查法案的时候进行这个专业的调整。对国民党要甲军购旅游的期停或者拢内的各项特别条例，互人积极的影响军购案。提出齐卡新讲，伫审查时阵会用附带决议的方式处理。我相信这也是在野党的朋友，他也体认到整个对于国家的国防的一个重要性啊。那我相信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太多的一个口水啊，就看礼拜5看看嘛。原来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宣布对台湾111亿美金的大型军售，美国国防部处长柯博吉伫听证会讲到华府长期的政策是对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反对用暴力或者是协调手段改变现状。But of course, it has bee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to provide Taiwan with weapons of a defensive character and to oppose the use of violence or coercion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nd I think our polici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at. 经过知影这边甲各项特别条例动来了，条约即马有共识，看出重要的一步，将进行审查，
赶紧通过国防特别预算。科部指讲，希望美国会当提供防卫的人，将家己尽到自身的防卫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芒果北大库棚各组外流，台湾是有超过20万的用户受影响。所以发展部今仔是强调讲，已经针对台湾的库棚来进行行政检查，嘛指出讲韩国甲台湾的资料库拢使用同一组加密的数位锁匙，所以才会同齐受害。台湾的库棚有真严重的欠点，嘛依法来处罚。南韩的网络购物平台酷碰，去年年底伫南韩总公司发生购资外泄的事件，按算全球大约3370万条消费者资料受到影响。台湾也有超过20万的用户资料互非法接触，引发各界的关注。司法部利用测试的新春媒体交流会，特别说明苏东时案发的状况，也个为哪处理。金耀除了可以开韩国消费者资料库以外，其实是可以开台湾消费者的资料。当初跟我们讲说，台湾跟韩国的资料库是分别就是分别的，不是放在一起，这个是有落差。司法部强调，案发了后，对台湾酷碰进行各自的行政检查，发现酷碰的韩国甲台湾的资料库拢是用同一副金锁匙，隶属韩国的离职员工会当用同一副闭环金锁匙来欠台湾的个资。很多的这个个资外泄的问题，其实问题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内部的人员，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会给电商一些压力，也会给他们相当的帮助。司法部已经对台湾酷碰进行各自行政检查，认定有严重的缺失，会进行裁处，并且继续进行查核。司法部会议当中也讲到打击诈骗，强调已经甲Meta等国际企业合作密切，甲30万条诈骗信息汰掉，并且甲这寡诈骗信息用来训练 AI 识别，也希望未来有更较侪企业甲政府做伙打击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检署侦办泰资集团跨国洗钱案，今仔起诉主嫌单子跟台湾泰资公司的负责人王玉东，计共62个人。检方嘛查出泰资集团伫台湾洗10多间公司，透过买厝、卖跑车甲境外口座来洗钱，不法所得是有107亿。有几个被告互求处动刑，主嫌单子嘛已经互柬埔寨政府遣送转去中国。愈行愈紧，用手查明泰资集团伫台湾的成员今日法院，北检侦办这个案件140天，测试侦查终结，一个手起诉62人13间公司，其中在案9名被告拢互一审法院。检察官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营利赌博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具体求处重刑，并申请法院没收洗钱金额107亿余元。来看这个起诉名单，侪人拢去用求处动刑。天旭国际人事长高淑文去用求16档以上的徒刑。集团伫台湾的重要干部王玉东去用求15档以上。还有高层李秀丽、天旭国际财务长陈丽珊、年年创新登记的负责人林永波、财务主管郑卡梅，拢去用求刑10档以上。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那台湾人去用起诉名单内底，也有去用柬埔寨政府遣送去中国的泰资集团创办人单子，去用北检求处上悬的刑度，也有柬埔寨籍的李添、新加坡籍的陈秀玲、张光耀也去用求处12档以上到20档以上的徒刑，啊，毋过因人拢无伫台湾。有从事不法赌博跟洗钱吗？北检查出牵涉跨国诈欺的泰资集团据点设伫咧柬埔寨，伫咧18个国家设250间海外公司，换453个金融的口座，当做洗钱的工具。台湾嘛伫咧内底，透过家己创造的 OJBK 钱包等等地下汇兑的方式，将垃圾钱汇来到国内，买11间和平台湾的大厦厝，也有限量的跑车，甲钱洗互白。毋过部分的钱也会透过 OBU 的小号，搁一摆洗去到境外。OBU 它具备高度资金自由度，还有免征利息税、营业税，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避税。然后呢，台湾呢，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说汇款到国外，我会受外汇的管制，一天不能汇多少，但是呢 ，OBU 的账户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管制。这规模非法洗钱的钱声高达107亿9千多万，北检扣押55亿，包括名车、精品，前2天已经拍卖。啊，咱台湾嘛是伫咧美国了后，亚洲头一个对泰资集团终结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咱国内上港哦，过去禁止飞无人机，交通部的航港局暂时表示讲，今年2月开始已经收发要放领申请上港会当飞无人机哦，也毋过限制政府机关、学校还是法令机构，嘛爱伫7日进前来提出申请。国际邮轮伫花莲港外准备驶入港区，算甲用无人机空翕记录这个罕见的角度。毋过要注意飞行区域袂当进入花莲港内，若无罚金的对10万到50万提高到30万到150万。觉得金额有点过高，再加上我们现有的图纸上面看起来，对不对？它也是属于黄色的。那新手玩家如果照着图纸上面去飞的话，他会觉得这是限航区。不是所谓的禁航区。花莲港因为算是上港依法禁止飞无人机，但是交通部航港局最近发表新闻表示，今年2月开始已经放领上港无人机飞行的申请，敢若限制政府机关、学校也是法人团体，一般民众袂当申请。我们会依据飞航的目的、时间、地点及安全措施进行审核，那必要的时候的限制或禁止飞航，那以避免影响那个船舶作业设施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算甲未来想要伫花莲港附近空翕船只，要注意，敢若会当伫港区外口，无前规定，红灯塔内底是禁航区。港外要飞嘛，要注意，袂当伤挖近船只。另外，各有关度的问题，这个法令是全国上港拢照安尼办理的。我们建议是在港区灰区的外面拍摄。其实灰区外面拍摄，我想港务局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意见。然后。飞行的高度，这里也只能到60公尺的限高区。那再重要一点就是，不得靠近船舰30公尺之内。另外，嘛有部分算家会解除无人机的 GPS 电子位拿管制，来闪限制区无法度起飞的规定，提醒算家，若民航局查到，就要吃30万到150万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土城有一间危机补习班哦，在2004年传出讲有老师性骚扰12个囡仔，监察囡仔嘛对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认定讲检警哦无落实监法办案的流程，造成受害囡仔二次伤害。新北市土城一间危机补习班，在2004年的时，去互人引出来讲，一个细腻的老师性威胁12个囡仔，佮有翕性影像。其实伊早就有将这威胁的前科，出狱了后，2019年要在列管期间说违法开补习班，继续对囡仔学白来。监察院经过调查，随时针对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包括警政等单位针对加害者无照期间监控甲治疗，嘛无落实有关市性侵害防治中心统筹监化流程，变做是监警主导，致使受害囡仔爱中互讲家己的创伤。不断的这个奔波以及重复的陈述，总共13个小时到凌晨才把笔录整个做完哦。而且本来要统筹的性侵害防治中心，当天也没有能够及早的一个介入去统筹协调。我们希望的是以被害人为中心，一个跨网络的一个合作机制，但这个部分是没有落实的啊。监察委员嘛指出，新北市府嘛欠缺性侵害辅导的统筹规划。致使清查受害状况甲辅导就前8个月，监委嘛强调，目前警政署、教育部和卫福部虽然拢有建立无涉任人员的查询系统，但是资料上传查核等等拢有漏棚。若是用人单位也是学校无积极查询，都会互无涉任的人继续接触囡仔。监委嘛建议立法院和教育部就研究自动工作证制度来落实预防。我们希望能够参照澳洲的经验，能够从儿童安全风险管理的角色出发、立场出发，全面检视这些想要进入儿少照顾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的个人犯罪记录，还有就是他们曾经任职的机关相关的调查记录。监察委员表示，对危机补习班这个重大的威胁案，就通看出警政、司法也有辅导资源等等，均是制度上的缺失。嘛，呼吁行政院重视儿童性侵害受害者的协助及保护机制，赶紧检讨改进，提出相关指引。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新北市一间高中哦，发生霸凌的事件，有学生把过程拢翕落来抛上网络。学校已经通报新北市教育处嘛，表示讲会来进行调查，嘛来针对学生来做辅导。影片内底女学生对另外一个同学大声喊，尾仔就看到同学向伊回失礼，而且佮连续激攻2摆，甚至一间高中发生疑似霸凌事件。
初步了解双方哪像之前捌发生过纠纷，学校知影了已经进行通报，请双方家长到学校。跟同学之间有一些纠纷的话，应该是要找老师来做协调或处理，而不是说2、3个同学去强迫另外一个同学去做鞠躬啊、道歉。对鞠躬的学生势必是造成一定的心理冲击，希望学校与教育处务必要重视此事件，且加强校园宣导，杜绝类似的事情再在校园内发生。新北市教育处表示，stra会发动调查来厘清事实，并针对学生提供心理辅导，立即启动调查与辅导机制，务求厘清事实，并提供相关学生必要的心理辅导与支持资源，以维护学生身心安全与学习权益，并防范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教育处强调，会要求学校全面检讨，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及通报机制，还加强宣导，确保学生权益，让学生会当有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再来看桃园杨梅的农民是真怨叹讲，因为1月底天气熊熊变甲真凉冷，所以来啊授粉的效果是真歹。有1.31公顷的果子园收成会受到严重的损伤。农业局嘛表示讲，有启动勘查甲鉴定，损害率大约是有3成5，会来协助农民申请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这一个植株的那个花朵啊，它就是很明显就受到寒害的影响，花开了以后，整个都已经枯萎，都变黑了。这个果实基本上都会掉。接枝的尾顶头，有的果子死了了，有的连果子都拢无生，因为1月底10度以下低温的影响，互杨梅区高接来水浪花无啥成功，造成炎地性果子的灾损，影响范围1.31公顷。农民表示，北部气候差别真大，高接来足歹照顾的。开会时阵，除了惊冷，嘛惊雨。这个是怎么看？9个嫁接的部分呢，里面其中就有4枝是没有果的，那有3枝只有2颗左果，这个左果率就差很多了。正常像这样是吗？6个到8个都不一定，正常开花是要这样子，但是它一般的话有5颗、4颗都没关系，要有这样子，我们才能蔬果。面对这个问题，农业局表示已经启动联合灾损勘查鉴定，损害率若有35%，会报请农粮署核定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勘灾鉴定，然后初步判定大概有35%的一个损害率。那一旦通过的话，每公顷可以补助62000元。农业局嘛提醒农民，只要若发现作物生的时阵有障碍，包括炎地性果子，拢会当甲公所通报。农业局嘛会随请农改场勘灾鉴定，协助农民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甲228连假，台东县的饭店大房率受到7-8成，也毋过游客真济，消费却无济。县政府是强调讲台东上迷人的是自然的风景，也毋过嘛有定定办活动。风景区的附近嘛拢有店家、咖啡店，会当互民众来踅街消费休困。伫过年甲228连续假期，台东县有超过60万台车来，春节大房率有8成左右。不过228假期平均的大房率只敢若5成到7成。有人批评风景区看会到人，也毋过看袂到消费。像台东市海滨公园，1公里的海岸线风景真水，也毋过沿路无啥店。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落零咖啡拢无，海滨公园只敢若2座凉亭，行到忝啊，要坐来休困，只好坐伫石头顶，要坐来消费时间也无长。如果是像夏天太热走到这个地方，老年人的体力嘛跟不上嘛确实是因为你的可能摊贩啊，或者是这些不足，那不会让游客长久留在这个地方，当然就不会产生更多的消费。不过有民众讲，去风景区就是要看风景。县府讲，其实各地风景区的周边拢有在地人开的商店加咖啡馆，会加强宣传。台东海滨公园它的迷人之处，就是我们在那边的低度开发。事实上，在台东的海滨公园周边，除了有许多的我们的特色商店之外，也有一些咖啡馆。县府讲，互人批评的台东市海滨公园范围，分别属于县政府甲市公所管理，不同时拢会定期维护公园的景观，也定定办演唱会甲市集的活动，互游客甲观光业拢会当受到好处。记者综合报道。
婚姻馆有1400多座桥哦，伊全面进行安全检查，有88座需要维修，其中有11座损害甲真严重，需要拆掉重启。中央嘛已经核定其中3座桥的经费，县政府嘛表示讲会阁继续来向中央争取。钓客伫第4海神桥顶面钓鱼，边仔的红毛土大面积落落来，佮有钢筋明显透出来，甚至是必须漏水，地势钢筋生生。真侪年以来已经红列做危险的桥，在地民众拢感觉需要征收。像现在涨潮，如果风浪大，应该这边应该都会打，而且你看那个都生锈，应该都是。看了，我把这看了就怪怪，蛮不舒服，就是蛮奇怪归类啦。云林县府交通工务局表示，全国的桥2年要检测一届，去年年底进行全县1417座桥的安检，有88座应该维修，其中有11座是严重损断去，要马上拆掉，也是改建。不过目前敢若3座已经废到位。那我们也透过跟中央来申请经费，希望中央能急速赶快能补助给我们，来赶快把这几座那个经费较高的油山桥能够把它维修完成。交通工务局表示，目前其他8座严重损断的危险桥也未核定经费，其中5座由县府成立经费时间当中，3座搁咧斟酌的设计。不过沿海的桥当年受严害影响，损断的情形真严重，后续会继续争取经费来改善，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带囡仔去中华园林的一间乐园坐飘飘船哦，也毋过船刷雄雄卡伫水道，坐囡仔的头壳嘛去弄到有淡薄仔肿。业者是认为哦，这有可能是船顶家长甲囡仔重量较轻，嘛讲因会来调整设施。为什么会卡住？一个去练手轮船伫水道卡条的，一个查某囡仔头去弄到，有家长伫礼拜连假带囡仔去中华北高山探索乐园耍，坐飘飘河设施离开100公尺了就卡条的，4岁查某囡仔迄惊到头小可红肿。他头就撞到那个前面，那时候看那个服务人员好像不知道是没听到还是怎么样，看你们有没有想说。没有看到他们想要过来这样子。他那围栏，如果他真的很长这样卡住的话，真的有点危险啊，很容易飞出去，我感觉。中华北高山探索乐园，互人讲是台湾版的侏罗纪公园，捌伫2024年8月停业，今年调整营业了，重新开业，新增加彩虹粗道、飘飘河顶设施。春节甲伫礼拜假期拢真侪人，发生意外迄当阵，是少只身躯一直后，船才开始过山顶动。因讲这个设施敢若是有问题，原讲是讲飘飘河坐一遍200块，会当坐2个大人1个囡仔，可能是人伤轻才会卡掉的。我们营运到现在应该也有几万人次了，目前这种情况就是偶发的，但是我们会注意控制我们的水量这样。业者讲，因个设施拢有建筑师甲结构技师认证，安全无问题。水道两边的护栏是强化玻璃，也无落水危险。以后会调整水道的水量，因为游客并无留联络资料，希望游客主动甲因联络，协助因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日3月7日是妇女节咯，立委范云号召政界、企业界、各学术界的查甫领袖，做伙来推动性别平权，嘛呼应联合国发起的 He for She 的性别运动。进动争取性别平权，唔那是女性，男性嘛应该参与。早起，民进党立委范云呼吁两性代表伫300妇女节进前，呼应联合国 He for She 运动。新兼进拿联名会长的立委曾水雄指出。当年并无希望体育组织长期由男性来带领，所以推动国民体育法的修法。我们也提出国民体育法的一个修法，就是去要求这个体协啊，在任何一个性别里面呢，都要不得低于3成。台湾上市规个公司女性董事几十年来增加有限，伫国内女性董事比例全台湾上悬，占46.7%的兆丰银行副总经理陈建中表示，全力推动平权，银行提供男性员工陪产假。有8天、甲7天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阁有生育津贴，即马员工会当照需要，算日的来申请留职停薪。我想呼吁企业界就是说不要把这些看成是成本，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企业的隐形竞争力。那企业能够做到这一些，我想你整个竞争力一定是在
全国的行业里面名列前茅啦。推动兵权需要制度上的改变，马路公务人员因为有囡仔申请留职停薪，迄年度却因为安尼无法度升等，加在后来公务人员科技法佮修法，加强有囡仔的公务人员公平升迁的机会。改变其实是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从一个请假单，从一个法条就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那这就是 He for She 的意义。He for She 伊为伊运动是2014年由联合国妇女权利署发起的全球性别平等团结运动，主要是邀请男性甲下性别者共同参与，莫甲性别平权看作只是女性相关的议题，鼓励男性会当站出来相挺，改变无平等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政府最近制定县内优秀运动选手培训做补助金的办法，针对宜兰县的选手在全运会有优秀的表现，会来提供补助金。去年得奖的选手就会当申请月底就会来公告实施。去年全国运动会，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胜表扬到顶的运动选手，选手除了会当摕到县府的奖金以外，未来也有通摕到培训的补助。主要是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赛事奖励办法的部分制度化，那也公开公平的方式，让我们的宜兰县的选手能够来做一个申请的动作。只要涉及伫宜兰，未来伫咧全国运动会摕到前3名，拢会使得到每一个月的补助金。若金牌伫咧2档内底上济会使领28万8千块。这个办法伫咧月底进前就会公告上路。宜兰县轻艇协会讲，过去这的补助拢干会使家己去争取，所以这经费分配无条文。即马甲制度定得好，就会使解决问题。以前是有编列预算呐，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抢着要啊，有那个营养金的加码，我觉得对这些荣誉感的选手来说都是雪中送炭。涉及伫宜兰的亚运金牌选手大冠吉讲，有补助金会使省去较侪运动人才留伫咧宜兰，甚至代表宜兰参加全运会。无若照过去，真侪选手拢会去有补助金的县市，甚至有人直接放弃运动去找其他的头路。即个办法，敢若补助全运会运动项目，所以有运动员希望县府嘛会使补助新兴的运动项目。我认为应该是渐进式的，针对这些比较有长期扎根下去的运动项目，我们先优先，然后再逐渐的扩大。亲像这几年开始咧穿的比上较大力的比赛，就选手建议像这款新兴的运动项目，或者是 Q 大赛这款全民运动会第一类的项目，拢无伫咧县府这届补助的范围内底。这个选手平常时咧训练嘛是拢足辛苦的，县府会使豆豆思考如何扩大补助的范围，提升县内运动成绩甲风气。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至少有70万人有困眠呼吸中止症的症头，医师警告讲，这款症头会影响到困眠的品质造成日时无精神，嘛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佮有中风等风险。所以，有查甫人上过大哭，佮困的时阵定定会讲，这高风险的族群就要赶紧去看医生。困应该是互人放松休困，也毋过有一个人因为有困眠呼吸中止症，家己毋知影，困的时阵因为呼吸道太调伙，讲正大声，而且有当时困到一半，整个会暂停。医生警告讲，这种困眠欠用的危机，若年过月进无治疗，可能会增加心脏病、脑中风加失智的风险。长期下来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那其他像代谢疾病、糖尿病、高血脂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医生讲有研究，全台湾有70万人得到困眠呼吸中止症，尤其台湾即马已经是超高龄社会，这种患者会愈来愈多。成年人内面，男性比女性更加容易困的时阵会寒，一若伫寒的人内面，差不多1成到2成是困眠呼吸中止症。年过月深了，可能造成心血管加代谢疾病，而且困眠的品质不好，也影响情绪加认知功能。即马除了手术治疗以外，会让家己买正压呼吸器，也毋过买时阵就要看清楚顶头是毋是有医疗器材事故离合。最近3年之内，我们有收到这个不良品通报，大概是在这个非连续式的这个呼吸器，好这个部分。那这6件的原因呢，都是因为它的这个使用过滤棉的耗材有降解的情况啊，这个是厂商主动通报。那目前这个产品的许可证已经撤销。医生讲，毋若是大人，若大个的人，颔管仔规较粗，食薰、啉酒。
抑个困的寒，你是精神歹爱困，拢是困眠呼吸中止症的高风险族群，应该赶紧去看医生，或者是进行困眠评估抑个治疗，避免长期欠氧造成慢性疾病。记者综合报道。3月初4又是世界大考日，国民健康署调查嘛指出讲，台湾有超过5成的大人体重上过重哦，嘛已经到大考的程度，也毋过因为大考去看医生哦，大约只有2成。国民健康署嘛提醒民众，要爱以中强度的运动、甲健康的食食来管理体重。随时代变化，现代人食较好，也毋免惊去咬着。所以30年来，全球大考的人口是加倍的增加。国健署表示，即马全台湾平均每2位人就有1位算是大考的。医生讲，根据调查，台湾人对大考是慢性病的认知有增加，但是实际上去就医的人只有2成左右，造成大考的原因真多，呼吁民众爱去互医生看，莫家己乱减肥。其实这个连带会牵扯到，其实我们看到的，除了吃的部分之外，也跟国人的身体活动不足有关系哦。我们大概18岁以上的成人哦，大概就有54%，你的身体活动其实是不足的哦。不是每一个体重重的人都是千篇一律的都是用，比如说瘦针，这个是不对的哦。所以由医师帮你做好评估之后，然后再帮你拟定最好的一个策略。好，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医生也表示，民众想要透过控制食的量和运动来帮助减肥，安尼真好。不过，若是用唔对方法，减肥的效果有限。建议落实减肥黄金3角：饮食管理、规律运动和配合专业的医疗。它比较新的趋势是，以往我们的减重的部分的话，大概都还是以一些饮食跟运动为主。那药物的部分介入的比较少一些，但因为现在有一些新的 GLP-1 的药物，其实也可以经由医疗的咨询，然后我们去看说，就是这样子的患者，他适不适合来去做一些药物的介入。国健署和医生提醒民众，若 BMI 超过24，尤为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的人，爱去互医生评估，若无会去影响到其他的慢性病，像血压、血糖伤悬等等。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10月16日，南投的德山的指南宫食订酒哦，今仔透早都2万外人排队。庙方是准备10万份的料理包，要互民众早登去厝里食平安。明年拍算讲会来开放现场煮，煮互大家食。人是排甲热热肠，透早就来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拢是为着要领庙方的订酒料理包。老岁仔人用用啦，啊，佮若来排订酒，哦，排落转去食落平安舒适。我伫中华迄落5点半就来。啊，哪会想讲，要来排安尼？来排落平安啦。南投德山指南宫当年伫咧元宵过了，拢会举办食订酒，自古以来拢是在地重要的民俗，嘛毋望土地公会当赐福气予民众。今年同款嘛成足侪民众的，现场至少有2万多人，庙方嘛传10万包的量，予民众早登去。不过庙方嘛表示，未来有可能改做是传统的方式，但会当伫现场用。因为这个一定要恢复的啦。因为这一传统下来的吧，吼，较早这个食订酒吼，这阮一定袂当断的啦，吼，是不是？到时候阮一定会，说不定明年吼，还是后来，阮甲这个我们这个卫生单位吼，阮联系，吼，看什么时候可以来办这样。今仔伫咧苗栗后梁朱云宫，关小梅嘛举办宫炮城传统民俗活动，场面是真闹热。另外伫咧台中市元宝宫，嘛有真闹热的烧火狮，工作人员甲9尺悬的火狮点倒，同时放炮，场面是足气势。庙方表示，今年火狮是遵照古法用竹架做的，也若甲火狮点倒，是象征甲拉山化掉，而且祈求平安做献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元宵，台南咸水芳仔炮2天是声超过60万人来斗闹热闹。今年是有30来人受伤，加载是拢无严重。警方嘛表示讲，今年有民众食酒冤家哦，佮人客人发生冲突，闹事的人嘛拢互带登去警察局侦办。警
警察甲民众真做伙，场面乱吵吵。晚上暝台南咸水蜂仔炮放甲乒乒叫，请济民众来感受蜂仔炮的威力。希望人吵，会当带动活动的气氛，不只个大家客来客去，也较够造成纠纷。昨暗有一群少年人因为人客人去冤家造成冲突。民警随到现场压制，无互冲突变大。警方表示，包括食酒去冤家、甲人客人引起的相拍，拢总接到2件通报。落尾闹代志的人，全部拢送带回派出所依法侦办。昨日盐水蜂炮民俗活动，民众酒后发生口角及推挤等2起事件，本分局即以现场优势警力迅速压制滋事民众。将相关人员查缉到案，依法侦办。收叫的蜂仔炮配上5规10色的高空烟火，连续2天的咸水蜂仔炮，拢总成超过60万人来体验。警方除了爱维持交通治安以外，也爱注意民众的安全。根据台南市民政局的统计，今年的活动拢总有36个人受伤，其中有30人是去互蜂仔炮弹着伤的。所以很多是意外被射到，然后头部、手部在外面没有暴露、比较没有保护的地方，都容易被攻击到、被炸到的部分。病院表示，受伤的民众拢是轻伤，简单治疗就会当离开。警方表示，咸水蜂仔炮是国际著名的文化活动，成就要紧是要祈求平安。民众参加活动，除了爱甲装备穿古色，嘛爱心平气和，则别受伤，佮拍歹心情。记者李新武、柯家柱、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澳洲国家爱沙尼亚2月正式开放，今年寒人头一条官方核准的冰上公路，会当往来波罗的海2座岛哦。爱沙尼亚伫寒人会有这款结冰的公路，因过是有6条官方认证的冰上公路，也毋过这几冬哦，因为气候暖化，逐当开放的时间是愈来愈短。车伫咧尤西马岛加萨雷马岛的波罗的海冰站，到有30公分的冰公路顶头来回，会当省足侪时间。冰公路伫咧爱沙尼亚北部寒冷的冬天是足接看的现象，尤其伫咧波罗的海结冰的时阵，这条有17公里长、官方认证的安全道路，有甲基本的路标、甲树仔机做记号。It's part of our winter. It can be fun. You can use it to visit another island, but sometimes you must do and use because you have no other option. Ferries and boats cannot cross the sea. 政府会伫咧冰路有利的所在，使用机械铺设雪土，也是用冰甲力用好平，再搁用压路机底好10天。就会当互车安全通过，有当时爱用几若点钟，甚至1天来修补。过去搁捌有6条官方冰路，毋过今年资金有限，而且最近气候变迁，互冰冻期愈来愈短，冰嘛袂够。足侪驾驶选择家己行，毋是官方安全认证的路。Because no one can ensure how thick this ice is on the road. Weather is bad visibility, then there is danger that people get lost. I'm not afraid because we starting forest works in Wormsey and this is a better choice. 按照官方的规定，平均速度限制每点钟40公里计算，若是一组车辆过2分钟才会使行，佮甲动车距离算入去，一座路可能就要30分钟。也若热天瓦克渡船，航程可能就要1点半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19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
拜。